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我们5月5号的在家会族要来看听懂祸灾。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的28章1到29节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28章的第1节说，以色列王国要遭殃了，他的光荣消失，像他那些喝醉了酒的首领头上所戴的花冠一样。他们在那骄傲的头上洒了香水，可惜他们喝得烂醉，倒在地上。经文摘要分为4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在宣告这一些的灾祸，预言撒玛利亚将被亚述毁灭。第二部分，先知提醒这些犹大人藐视先知及他所传讲的信息，看为愚拙，上帝将使他们被掳到外邦。第三部分，犹大人倚靠埃及订立盟约，最终必被强敌亚述来掳掠。最后，先知说上帝用智慧来管教犹大，不同的对象，不同的时间，就用不同的工具来管教。先知针对北国以色列发出警告，宣告他们要遭殃了。当初以色列人因为高傲自大、醉酒和骄傲，迷糊度日导致上帝他要差派大能者，这边讲的就是亚述人，要来惩罚他们。但最终他的怜悯，以色列的渔民将被上帝来拯救。紧接着先知也对南国犹大的宗教领袖，包括祭司还有先知发出警告，他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。他们好酒且醉酒，所以已经失去了属灵的领悟能力，并且失去了领袖的领导力，错解末世，因而他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他们讥笑先知以赛亚，认为先知的教训是多余的，不要像婴孩来管教我们，来教训我们。因为他们不听先知的话，所以上帝就用亚述来管教他们。上帝借着先知责备他们，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。他们想要靠着与埃及的这样的结盟，想要逃避亚述的攻击，这是没有用的，只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。上帝好像农夫一样对待这些不同的作物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。上帝的审判也并不是随意漫无目的的，而是有他奇妙的谋略，针对不一样的百姓，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达成他管教他们的目的。但是最终他也赐下怜悯，留下剩余的百姓。我们来默想28章指出以色列百姓轻视先知和他所传讲的信息。对你而言，你会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上帝对我们所传达的话语信息呢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，好叫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的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不叫你的慈爱离开我，引导我一生走在你恩典的道路，不偏左不偏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